交情归交情，打仗归打仗。绿莲，给我狠狠的走，一定要把江北之仇给我报回来。上！这人是打爽了，可是我这心里啊，还是不踏实。娘娘，你还有什么事记挂在心上啊？齐城没有依仗张家的一兵一卒就当上了皇帝，他现在更没有什么可忌惮的了。我能不能封后，可就不一定了。娘娘，您先别担心呐，皇上才刚刚登基，有很多地方还用得着咱们张家。您呢，只需要耐心等待封后便可。齐胜是怎么想的，我心里确实没底。更何况我和他的关系一向不和，这也是人尽皆知的。照您这么说，奴婢也觉得不对劲了。都这么多天了，怎么还是不见皇上的踪影呢？哎呀，怎么又来这套？